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来关心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面册讲，这2天拢有 BNT 预防车会送到位，而且数量袂少，有160万吨至180万吨。今日透早5点外，预防车正是送到位啊，顺利送到桃园机场。完成通关了后，会送去检验。若疫情指挥中心伫早暗嘛宣布讲，第10期要做 BNT 会加开放61岁至63岁民众开始预约，民众会当把握今仔日去登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伫 FB 讲，最近最8 2天拢有 BNT 疫苗来台湾，数量合起来伫咧160万到180万之间。指挥中心讲，若数量有够，10月22了就当向下开放到成年人各年龄层拢会当做。也宣布第10轮 BNT 加开9月29进行意愿登记 BNT 疫苗的61岁到63岁民众有效数，符合资格差不多10万人。希望民众把握办事早起10点到下昼6点的限时有效。如果说有在持续有这个 BNT 来的话，我们在就往47岁以下开，所以很有可能这个整个年龄层都包括住了。要加的话，应该是从22号之后开始加上去了。验过也团这边伫咧做疫苗时阵出现缺失，有一位有心的训练人9月初6到国泰边做莫德纳第1剂，本来有用1个月了要做第2剂，验过有约时阵被通知讲，伊伫9月30已经做过高端第2剂。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对早发现是国泰边伫咧注射名册团结的网络时阵出差错。指挥中心讲有3000多位民众做疫苗的记录错误。有3075笔是上传到我们的署里面。今天上午10点半，就先把这个3075笔先删除。受到影响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卫生局或是这个医院来协助做这个疫苗的接种。卫生局已经在昨天就协助这位民众到我们的联合医院和平院区去接种第2剂的莫德纳疫苗，所以这个民众现在已经没有问题。目前咱国新冠疫苗注射率是57.89%，指挥中心宣布第11期疫苗有约 BNT 第1剂加 AZ 第2剂，会采取分流的方式，分别伫10月11到12开始有效。但是两也讲，若第1剂有风险的注射率到70%，管制会搁放零，这是毋是代表会降级？指挥中心解释讲，做1剂的比率到70%是可能降级的重要考虑之一，目前是也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华航一个副机师伫自主管理期间 PCR 验出阳性，甲伊带做伙的2个查某囝 PCR 采检加在是阴性。这2囡仔读的2间国校啊，这2个班伫昨昏嘛先有风性停课，会停到后礼拜2才会恢复上课。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是证实讲，这个女技师是为着 Delta 病毒，伊是呼吁中央针对机组人员的检疫规定要全面检讨。若这个女技师伊已经做过2档莫德纳预防车，是一个突破性的感染个案。有一位华航的女副技师确诊新冠肺炎，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伫初6暗伫咧 FB 证实，这位个案感染的是Delta病毒株，因为个案捌接触囡仔，囡仔搁伫咧初4、初5去学校上课，所以市府对囡仔上课的班级做预防性停课，视同 Delta 来处理。所以先做预防性的停课，那刚好也是国庆连假，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2才会恢复正常的。因为在个班的关系，个案2个囡仔分别读大安区甲文山区的小学，这位家长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9月底派回美国安哥拉州，初1采检 PCR 阴性，初3派回新加坡，迄天就来回，初2、初4拢有甲出来人接触，初5 PCR 采检阳性确诊 ，CT 值33。最62采 PCR 阳性 ，CT 值22，看起来是新案拄才发病。包括他的同住家属跟这个职场有2位，总共6位都是阴性，刚发病了那到底他是在飞安哥拉治还是在飞新加坡期间被这个传染？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厘清。黄珊珊这期个案感染Delta变异株，表示目前机组员的检疫规定无法度有效防止Delta，希望中央做检讨。这位个案是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了，搁感染，是做过2剂莫德纳疫苗了，被突破性感染的第1例。所以有完整的疫苗注射，没有保证你不会被感染，这第一个。第二，就算你有完整的疫苗，
你有这个突破性的感染，感染以后你还是可能感染别人。卢虎技师入罪境外移入被告案，因两个读小学2年、3年的查某囝已经带入去防疫旅馆，采检拢是阴性。两个姊妹啊，读嘅小学加补习班，目前考虑116人做精准疫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地震的消息，这是今日透早4点21分，花莲发生规模4.2的地震。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县的秀林乡，深度是19.3公里。若各地震度伫花莲是4级，伫南投有3级。再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平的分系是往北平线，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有针对屏东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日水气有较高，伫南部也佮有大台北的东平，拢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嘛有针对台东甲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过昼了后，山区才会细致局部地渐雷阵雨。温度的方面，东半部、南部高温大约是30度至31度，其他的所在是32度至34度。若桃园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伫南海的热带扰动变风台机会即马无大，也过菲律宾东边海面上的低气压，伫拜五过后，双十节连假有机会变风台。后礼拜2晚近咱台湾，伫北部甲东半部加减拢会受影响。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放定防疫措施，拍算开放高铁会当卖自由座，不过也是无要卖客票。有学者是认为讲，这款方式也是无法度增加载客量。民众入去高铁车厢，看车票顶悬座位号码，找到家己的位。目前高铁因为防疫，全部拢卖对号的坐票。即马疫情有较缓和，指挥中心甲交通部当伫咧规划开放原底有的3节自由座的车厢，毋过无开放客票。尖峰的时段，阁会增加3节自由座的车厢。若是有民众入去自由座的车厢了后，又是找无座位，工作人员就引导乘客去对号的车厢，也无人坐的座位先坐。如果在自由座那边有一些这个太多的人有站的情形，他会把它引导到其他非自由座的车厢的空位。高铁讲还未接到交通部的通知，所以无回应。现在民众的反应是真无共款，有人反对开放自由座，嘛有人讲自由座的车厢若无开放客票，安尼甲对号的车厢其实是同意思。那就不叫自由座了，对啊。那这样算什么？对号座啊。你站票不开放，那你开放自由座，那还不是一样的意思？你就是永远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你现在不就是要10连制吗？学者批评讲，这只是把部分的对号座位改造是自由座，对载客量能甲尖峰时段并无帮助。应该思考安怎兼顾防疫来开放自由座的客票。我们开放自由座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我们班次的容量啊。那如果按照部长这样子的方式，可能意义也不大啊，还是应该要有规定的开放站立的空间。面对各界对目前这个方案的质疑，黄国在讲，还伫咧规划当中，所以会听各界意见来进一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介详市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处伫昨昏是公布讲，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63%，这若是创下8年半新高，嘛是今年第4届起超过2%。物件变贵，钱就变薄。有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年增率甚至超过3%，这是创下3年来上大起伏。来看《联合报》，说即摆疫情的变化真紧，教育部已经要求大学要提早规划今年底明年初研究所招生的应变方案。在扩大即摆有一寡学家111项年度研究所的考试，头摆要来取消考试，改用书面的审查。台电子所即摆嘛。后面的做法要取消笔试，改看书面的资料就好。也毋过有学生是烦恼讲安尼会无公平。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皮肤病医学期刊上新的研究，讲过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有的人的脚趾头会出现亲像冻结这款病变，有的是连手指头拢有，因为体内的免疫系统在对抗病毒入侵，所以会产生这款副作用。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是宣布讲，伫今年4月25至7月初3，有去关会的民众内底要经5000件提出来验血清抗体，要来看阳性的比率有偌悬，要来了解咱社区的疫情。也毋过这是随引起质疑。
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若是无愿意的人，会使先打电话去拒绝。国内疫苗已经规范开始勒注，为着要了解民众新冠病毒抗体阳性的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已经随机抽查从4月25到7月初3各关火中心5000件火清样本，还佫表示讲，关火人若是无想要参与，会当打电话到1922要求退出。消息一日出来，引起各界谣疑，批评讲这款做法是无讲无打，就要甲人安怎？4到7月的捐血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热血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会被用作这项试验。那我们认为，其实指挥中心有必要去强化这一块。如果说今天这5000个全部都集中在东部或南部或中部的话，所产生的一些样本代表性可能就会有所偏差，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全国的人口可能被感染的比例是相对较低的一个评估。有部分医界专家怀疑这份火清样本的代表性，医界会嘛表示讲，这款做法无妥当。不二个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火清抽查样本的实验真点电，无想要参加的民众会当家己自由退出。不想参与这计划的人可以声明退出，那我们不会把它包含在里面哈，在里面就是直接是取样抽样，那一切都很严谨的来做。捐血的时候，你签的同意书其实会告诉你这些事情。那你会你可以选择说我的血都不可以给别人用了，或者我的血如果有剩下来你要去用也可以也可以说限制说你只能用在哪些用途。感染科医师黄立明认为讲，便若是有摕到血库监理组织的同意，无违反同意书的内容，安尼就会当来做血清样本的抽查。嘛有专家认为讲，这项计划主旨是要来预防检验结果对关火人的生活无影响。假使讲若是随个来甲问，安尼真了时间，直接甲民众讲有这款计划，嘛会当来有退出的权利，已经是咱国内这款研究的头一个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3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83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加共16267例。中国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400万例，印度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是超过800万例啊，法国是超过712万例。咱人类受马拉利亚已经苦恼真久啊，即马伫预防医学有出现历史性的进展。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批准全世界头一支预防射，所以非洲的囡仔会诞生大规模注射。目前，伫全世界有94派马拉利亚确诊加死亡，是发生伫咧有13亿人口的非洲。即马有一个好消息，由格兰素史克药厂开发。2年前被证明有效的 RTS 疫苗，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会当伫非洲大规模替囡仔注这种疫苗。This vaccine is a gift to the world, but its value will be felt most in Africa. It has broad reach to children, including the most vulnerable, who may not use a bed net. 伫咧以前，马拉利亚会当预防，掩过无疫苗。世界卫生组织讲，自2019年开始，伫加纳、肯亚、马拉维对超过80万的囡仔进行探索性免疫计划成功了。所落来会伫规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抑有其他中东东疫区大规模实施。虽然 RTS 是第一例被批准的马拉利亚疫苗，掩过防护了即个那3成，爱注4剂，保护了几个月就会消失，掩过是对抗马拉利亚的希望。We're confronted with an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organism. It's an eukaryote, it's a parasitic disease, even if it is only 30%. Now that 30%, given the magnitude of what malaria represent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impactful vaccines that one could actually use in Africa right now. 伫非洲，马拉利亚比新冠病毒造成更加大的危险。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伫咧过去18个月，有21.2万人因为马拉利亚死亡。2019年死亡人数是38.6万人。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马拉利亚比新冠病毒更加隐蔽、更加复杂，甚至会闪开人体免疫系统的负荷。这是为什么人体伫咧得到有效的免疫保护进前，
会来来回回一直被感染。莫拉利亚是一种由药斑糖所引起的传染病，和带源的猫仔叮着了感染，上严重可能会造成急性脑病变，抑个昏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联合国气象组织是警告讲，全球暖化造成极端的气候，即嘛愈来愈强烈，即嘛影响水资源，所以呼吁亚洲、非洲爱提早建立水灾甲可防的预警系统。联合国嘅气象组织秘书长是表示讲，过去20年，地球顶头做大水的灾情是增加1.34倍。敢若伫今年土耳其、中国、墨西哥、比利时就拢上大雨做大水。同一个时阵，因为全球暖化，嘛造成真侪所在无水可防，所以是建议亚洲、非洲应该投入搁较侪资金，建立预警系统。中国若无要采取行动，到2050年，第30年后，全世界全球会有50亿人无水通用。那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是颁予有温室效应几乎名号的美国一个日本气象专家真锅淑郎，也有德国的科学家哈斯曼。那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帕里西是因为有协助建立模型提出警告，嘛有贡献，因3个人同齐得奖。穿着碰色衫、甲写字、白头苍的日本的美国籍的气象学家真锅淑郎，听到家己摕到诺贝尔奖，规人是真唔敢相信。It's total surprise. Total surprise? Yeah, I never expecte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 try to help understanding why climate has changed as it has been.And how it is going to change in future. 200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真罕的颁予气象学家真锅淑郎，有温室效应之父名声的真锅，甲德国科学家哈斯曼，50多年前开始在咧研究气候暖化的题目，并且做出虚拟地球模型，预警全球暖化。1967年，佮捌发表论文。讲只要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到2倍，地球的平均温度就会增加到2.3度。这嘛正做以后气象学家研究气候暖化的基础资料。而德国科学家哈斯曼是同时阵发展非线性的理论来解说气候变迁，嘛捌因为大家无爱听伊对气候变化的发现，这个地球无可能变甲遮尔温暖，而感觉失望。Ich habe versucht, auf das Hüt aufzuwenden, aber man hört es ja auch nicht. Man muss also ein bisschen Theater machen. Und wir sind nicht gewohnt, richtig Theater zu machen. Das ist unsere Schwierigkeit. Insofern. 这2个人是全球研究气候暖化的头一人。台湾目前有测气候变迁的台湾地球系统模式，就是用因的研究成果所发展的。另外一名物理奖得主是意大利物理学家帕里西，伊是利用统计物理的复杂系统，协助建构模型来了解地球的气候暖化对人类产生真大威胁，嘛提出警告。伊嘛真欢喜得奖，认为这是对伊研究领域甲成果的肯定。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塔利班掌控阿富汗伫要2月日，因阿富汗国内经济无变好，颠倒是高压管理，互民众拢真惊吓。有的所在尤其失当，人民是过甲艰苦一寡。联合国即马提出警告，讲阿富汗目前5岁以下囡仔有一半拢出现营养不良、黄酸的问题。伫阿富汗中部的巴比扬山谷，去互炸掉的大埔头前，塔利班已经甲因的基业踩伫遐。原本大埔的入口嘛已经围起来，即嘛有塔利班的成员伫遐巡逻。西元2001年3月12日，迄当阵执政的塔利班政府以社会依教新上的名义，甲有1500多年历史的2尊大埔炸掉，一尊是55公尺悬，一尊38公尺悬。法兰西24电视台专题报道指出，20年过去，塔利班重新掌权，巴比扬的这尊大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收复。几啊百个住伫巴比扬山谷的山洞内底的居民，因的生活是怎规个陷入困境。巴比扬山谷的情形，其实嘛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了后，全国经济败坏所影。在地人即马无工作机会，干来当靠因原本种的马铃薯勉强来度3顿。روزی یک سری کنیم سری یا 100 روپیه کنیم 100 روپیه میده اشتکای خورد دیگه برای ما کارمار نیست.
巴比扬山谷的居民因为因过捌亲目睭看到塔利班甲大埔炸掉迄种粗残的行为，才会属于什叶派居民。伊是真烦恼讲，恐惊有一天会去互逊尼派塔利班来迫害。即马寒人就直要到啊！塔利班的官邸，冬天寒死死的气候，若高靠马铃薯来度日，侪在地人烦恼讲，可能无法度挡过这个寒人。因为阿富汗这几年拄着苦旱，食食是严重欠缺，加上塔利班掌权了后，搁再切断伊的资金来源，援助的物资嘛真欠缺。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阿富汗有320万人，逐工是腰肌失调，有100万人面临衰退高时的危险，也若5岁以下囡仔人，有一半是严重营养不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查估指出，阿富汗目前毋但有济民众逐工拢食袂饱，加上寒冷了后，新冠疫情可能会大爆发，规个社会体系恐惊面临崩盘，还佫有燃料甲电力的欠缺，规项的问题对塔利班政权来讲，恐惊会是真大考验。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台湾机器人甲动物拢是人类的合作手，这是希腊的邮局用机器人来协助经邮包。若伫美国中部的大城市芝加哥，因为鸟鼠伤济，动物团体转伫市区野放真清者流浪鸟，互鸟去掠鸟鼠，真是真有路用。芝加哥这个吉酒的酒厂，清在放真侪吉酒的原料，侪年来拢有袂少鸟鼠。不过自从因饲鸟仔来掠鸟鼠了后，这鸟鼠一拢走甲无看影。They can protect the place while they're snoozing. We never saw a rat again. Just their presence sitting in the brewery, the rats vacated that very first day. 芝加哥连续6年是全美国鸟鼠的数量上济。公益组织受澳人道协会，因提出一个双赢的解决方式，因为各地收容中心领出已经做过节育的手术，冒出过疫苗，不过无法度野放转去原本的所在的流浪鸟仔，甲因带去市区的街仔路，由在地居民甲店头的志愿者，互因食食甲照顾，或者鸟仔会当发挥掠鸟鼠的天性。也有吓惊这鸟鼠，所以这鸟仔慢慢互安乐死。从2012年以来，已经有1000多只鸟仔伫芝加哥斗掠鸟鼠，高神分数顶的荷尔蒙，就会当甲这鸟鼠行到死界里。These cats actually don't have to do a lot of work outside in order to make this program successful. Just simply being there, existing in that place, actually tells the rats that they should no longer be in that territory. 人类另外一个真好的助手，就是机器人。拢要是用人工伫咧分类邮件甲包裹，毋但速度慢，佫较会顶档去。雅典北部的邮件分拣中心最近做数位重整计划，因引进55台中国细型的机器人车队，因会自动扫描邮递区号，称重了后，甲包裹分类好势。对即卖时间用网络买物件，包裹愈来愈侪情形是真有帮衬。Threefold increase in sorting speed of parcels, ensuring next day delivery for our customers. Purpose is not to replace human workers with robots, but rather to augment human workforces to make them more efficient. 目前伫遮8成分类包裹的工作已经交予机器人来做，工作的速度是提升250%。这个机器人每一工拢会当处理要17万个15公斤的包裹，4点钟爱充电一届，而且一届只要5分钟的时间。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该用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媒体是报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赶走8个俄罗斯大使团的人员，因为因牵涉间谍的活动，并无公开的情报人员。来关心美国德州一间高中发生校园的枪击案，有一个学生伫教室内底开枪，造成2个人着枪着伤。来关心美国的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发函予咱的总统蔡英文，恭喜咱的国庆，嘛关心中国军机最近伫讨论台海扰乱代志。答应讲会继续支持咱台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甲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杨洁篪伫昨昏因伫瑞士见面。北京有发出新闻稿，讲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嘛关心新疆、香港、南海甲台湾。不过并无讲到拜登甲习近平打算要开视讯峰会的代志。专机降落瑞士苏黎世，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随后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苏黎世一间机场饭店进行闭门会晤。
这场会晤是美国总统拜登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会初稿两边通电话了后续的对话。迄当阵两个人讨论到双方保持开放沟通的管道，来负责任的管控美中竞争的重要性。白宫所发的新闻重点讲，苏利文向杨洁篪提出，美国有兴趣加中国最近合作，来应用重大跨国挑战的领域，一个管理美中关系风险的方法。苏利文也表达美国对中国伫咧人权、新疆、香港、南海加台湾有关行动的关心。这是苏利文就任国安顾问以来第二遍甲杨洁篪见面。双方今年3月捌伫咧阿拉斯加见面，不过讲了无啥欢喜。有媒体讲，两个人会借这边机会参详拜登加习近平的视线峰会，不过白宫的新闻稿无讲到这件代志。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中国军机地图飞来咱台湾扰乱，今年的数量已经超过去年。总统蔡英文昨昏是批评中国的行为已经严重破坏区域的和平甲稳定，嘛呼吁中国爱有责责。但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这是自做兵做军人以来局势上紧张的时阵，所以政府有变特别预算，要来买飞弹，才会当确保咱台湾的战力。中国的军机不断的侵扰我们西南空域，那么我们的国军也随即升空拦截。在这里，我要正告北京当局，务必要有所克制，避免擦枪走火。中共军机最近真接扰台，引起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蔡英文初六亲上火线，指控中共的行为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一定爱小责的。10月初，中国国庆期间，共机进入咱的防空识别区的架次达到最高峰。今年累计已经有672架次，超过去年的380架次。国防部长邱国正讲，即摆是伊将军以来上紧张的时阵，形容现阶段都好亲像厝边隔壁的冤家，石头子啊等来等去。左邻右舍两个吵架，我们在中间，吵架或者打架当中，砖块飞镖、板头飞。我们能够不紧张吗？不发第一击是绝对的我们绝对要遵守的。针对中共军机军舰常态性扰台，邱国正讲，国军绝对遵守无采取第一枪，这原来让飞行员承受真大压力，所以编列2400亿特别预算，就是要提高环台的中共军队接损率。国防部规划2400亿的特别预算，用5年时间筹备高效能舰艇，也加各造各种飞弹，有差不多64%是用伫反舰作战需求。邱国正是讲，中共军队伫海上较歹发挥战力，国军使用反舰飞弹会当达到效果，但是各造分防飞弹研发的进度也甲射程是毋是有1200公里，真受关心。邱国正无正面回应，敢若讲当地研发。记者综合报道。屏东进前是发生精神无稳定的患者去攻击超商的查某店员代志。馆长潘明安受证人批评，讲政府激店店无作为。伊昨昏有回失礼，伊嘛对我讲，受伤的这个店员目睭已经会当天金啊。针对精神障碍者强制就医的问题，今仔日立法院嘛要审理相关的草案。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警方无好刷，甚至佫有违反宪法的议论。也搁伫病院接受治疗，姓潘的超商女店员互精神患者攻击，目睭严重受损。经过2届手术，目前恢复良好。不过，屏东县政府无认真处理。县长潘明安伫发生1礼拜后才去病院探视，也引起民众不满。潘明安亲身出来解说讲，各界的批评会好好检讨，同时带来好消息。探视的必须在整个不要去打扰到整个休养。我们也在跟这个院方讨论之后，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去了解？我昨天去的时候是他已经眼睛可以睁开，他告诉我他看得到我听得很高兴。国内最近发生真侪个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立法院要伫初7摆审监护处分加紧急监护这2大修正草案。不过民间疏解会等团体质疑监护处分草案删除患者治疗最高限制，有重新加减议论，而且医疗加社区资源体系拢也无完善，呼吁唔通想老凑实施。目前看起来，我们没有投入新的资源，我们只想要把人关起来，做一个民粹式的回应，告诉民众说：哦，我们有做事。另外，紧急监护草案，互检察官甲法官伫侦办甲审判庭时，会当以司法手段强制互被告入院治疗。民团也点出这有违反宪法的议论。
国家建议草案会当加入同罪条件，避免轻同罪的被告伫判决确定进前，拢可能面临紧急监护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疫情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讲5路场所会当带条件开放，严格酒店并无伫开放的名单。有8大行业的业者全上街头抗议，要争取平等的工作权。那伫台中，某一间酒店规气转型改做自助式的 KTV。台中有名酒店门口挂着红布条，准备开放自助式的欢唱 KTV， 想要在10月7日正式来开店营业。宣布转型为自助式 KTV， 就是因为营业项目有小姐陪伴服务，申请一度去掉咧。这栋楼里头呢是有6家营业登记的，其中有4家是有陪侍的，所以不在中央的这波开放范围里头。另外有2家是没有陪侍的，所以其中有1家已经来提出了这个副业的申请，那也已经获得了许可。原来这间酒店总共4层楼，每1层楼分开营业登记。台中市府表示，有小姐陪伴服务的楼层驳回申请，只有原本无小姐陪伴服务的3楼通过自助式 KTV 的审核。另外到初5，台中有27间申请合约，其中20间已经核准，也有7间送审中。不过也有部分业者选择无安尼做，因为若是无做小姐陪伴服务，无法度维持生活。另外伫台北有8大业者行上街路，因为不办中央放松5路，其实闹到酒店甲舞厅这场所，将近8人到28路去表达抗议。大部分都单亲家庭，他们那单亲家庭要生活负担就相当重。那纾困只有第一期有拿到，现在都没有拿到。先前经济部提供8大行业纾困的补贴。规范8月底以前，以事业名义到有劳保的全职员工用来申请。不过，工会讲，真侪酒店从业人员对疫情以来已经失业至少5个月啊，根本无法度符合补贴的规定。敢若是台北市就影响超过2万人，所以讲诉求赶紧来开放酒店甲舞厅这限制，争取平等的工作权。对着8大业者诉求要复工，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但市长回应，就是也未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去年苏九肯这款高压的考试取消无举办，害受已经训练2档的苏九肯无法度接受认证。假设即摆疫情转好啊，消防署伫高雄举办3天认证的活动，希望有更较侪苏九肯会当加入救灾任务。训练中的苏九肯伫机关前一直叫，是为了通知领肯员伊找着人啊。台湾目前有29只苏九肯，拢是通过全国苏九肯 IRO 评测中级以上考试的优秀苏九肯。不过去年受到疫情影响，评测停办，苏九肯却无法度认证。这有简单疫情转好，消防署初6开始伫高雄举办拢总3天的全国评测。到了 A 级以后，我们对于服从性的要求就会提高，所以它在服从项目的测试中就有10项。包括远距离的指挥，包括方向控制，跟比较属于高级服从的物品拾回，这些都是狗狗必须要有对领犬员有高度的服从性。台湾一寡灾难拢都爱出动苏九肯来找找生还者。罗浩峰所训练的中级苏九肯浩克，4月就要参加泰鲁阁事故的搜救。像捷克罗斯这种小型教地真的救援现场真有利，不过范围较大、较宽阔的所在，就要派拉布拉多这种中大型的狗仔上场。像高雄特殊中队的阿卡，就要参加电击山难搜救。那有些狗是对声音敏感，例如说枪声。然后有些狗是对地形敏感，例如说它怕高。那这些其实没有一只狗是完美的，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去克服每一只狗之间不同的困难点。每一个灾害现场环境拢无同，也有可能是真细的坑，也有可能是规片的破砖坑，这拢爱靠训练甲考试，加强搜救犬的稳定性。搜救一定有风险，所以大家考完试也是任务，领犬员都爱第一时间确认搜救犬是毋是有受伤，嘛是因为安尼大家拢无离开，随时关心，才会当培养人甲狗仔中间的信赖甲共识，互搜救犬会当伫一届搁一届的灾难中顺利完成任务。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3个月内就发生3件消防人员出勤的时受暴力攻击的代志。消防局即马是表示讲，未来会规划自我防卫课程，卖对这暴力者提出告诉。救护车内，消防队员当咧处理病患的空喙，想袂到后一秒，向互病患用脚甲站。另外，在病院内底嘛发生病患攻击医生甲消防员。新竹县连续3个月内发生病患攻击救护人员的事件，
消防局决定提出伤害加妨害公务的告诉。当天是我，然后也被踹了好几脚。对，我们的女性同仁是因为要录影自保，所以也被他推挤了几下。事后我们有到急诊去验伤，也到派出所去做备案的部分。为了保护消防救护人员的安全，消防局除了合作提告，未来还规划防身课程，加强装备。危险的情况之后，如何来做一个防范？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请我们来做一个如何保护自己？甚至我们在车上可能放一些必要的一个防身的部分。那希望让我们同仁在针对这种现场有各种状况的时候，希望能第一时间可以做到保护自己。消防局表示，绝对无法度接受消防队员执勤的时阵遭受到任何的不利行为。目前已经完成验伤，随后要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各管这项登山认证即马要重新开放，严格根据台中市消防局的统计，今年伫这所在有31件救援的案件，呼吁要爬山的人一定爱先做好准备。12月景色加上40位有真侪山，各管启用是为少爱爬山的人一定会行的热门路线。台中市府每年拢会举办这认证，不过今年5月初才拄才开始就拄到这疫情，这阵疫情较厉啊。市府宣布7月开始重新来开放认证。中级3月，对于攀登的民众的体力及耐力是一个严苛的挑战。那尤其它的这个难易度相较一般市辖的这个登山步道为高。台中市府表示，即有超过1000名的山友来申请认证，活动延长到今年底。不过爬山的人真多，也予救援人员是真无闲。顶个月23，救援人員派到東山比到國關七陽至首的八仙山來進行救援。依照這個台中市消防局統計，去年度國關七陽的救援案件總共44件，另外今年度有31件，其中5月進前就20件。疫情開了了後，7月到這陣已經有11件，大部分攏是爬山爬到唔知路，另外就是受傷的事件。有时候你上山跟下山的路线稍微有一个角度不一样，你可能就觉得路线不太一样，可能装备比较轻装，没有穿登山鞋，或是他穿着简易的布鞋，甚至有看到凉鞋，他们就来攀登。救援人员表示，国关七陽雖然大部分在2500公尺以下，也閣有的增加，坡度起伏真大，真濟山友誤認講真好爬。其中較發生意外是伫東卯山步道甲東麻丹山一帶。消防局提醒，除了避免家己一个人去爬山，时间算好，才好到避免天较暗落山。另外，事先做好功课，随身带着笔笔啊，也佮有手机保持畅通，才好到避免这个意外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摕鸟鼠药啊，头鸟鼠是上简单的做法，不过这些造成真侪鸟啊不幸死亡。即马屏东的潮州镇公所就甲屏科大合作，推广伫农田内底大麻叶休困鸡啊，安尼会当互鸟啊休困，卖当掠鸟鼠。养过屏东潮州的公有农地，为着防止鸟鼠四界走，常常利用毒鸟鼠的物件来杀鸟鼠，所以造成真侪鸟啊食鸟鼠来死亡。为着互生态平衡，潮州最近和屏科大合作，实施友善土地的政策，目前效果是真好。潮州又在平地森林，这么大一个公园，那有很多农地，其实都有一些猛禽啊，还有一些珍奇鸟类的一个栖息的地方，所以才会启动这个计划。公所开始为地方的公有农地搭好目叶休困的鸡仔，而且委托屏科大记录。短短几个月就生真侪生物。今年我们想改用老鹰栖家方式，用生态的方式来防止这个鼠害。那目前我们拍摄的照片里面也有看到老鹰抓老鼠的影片跟那个照片的部分。公所望未来鸟仔若保育成功，就会结合生态教育、平地森林、欣赏鸟仔等等的活动。或许把这个计划我们把它撰写成英文的一个，让大家来到潮州这边观光到平地森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比较珍奇鸟类啦。记者综合报道。衫裤一个人的清查是一个人门面。若咱台湾服装近代史的主题展览，即马是伫上山文创园区开幕。咱带乡亲做来看，了解咱台湾现代服装的演变。1950年代，台湾纺织是由政府扶持的发展的历程，真侪人拢知影。
严格讲到时钟的产业近代史，却是未必然了解。今年台北时钟周推出台湾头一摆以国内设计师为主题7点。我们的台湾的第一位设计师其实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是母亲决定我们要穿什么，那一路再进到真的有第一代的资深设计师是中兴百货。7点单位解说，台湾的时钟品牌是在80年代开始的。1987年，中兴百货定位带动国内头一代设计师，甲国际品牌来并列。1990年，伊在百货成立解放区，扶持大量新生代设计师。然而，随着2000年全球化竞争激烈，本土的百货公司在2008年前后拢关起来，全国台湾自创的品牌就安尼暗淡落来。一直到2009年，郭友文骑上国际舞台，时装业这个引起政府重视。这摆展出40多件有名设计师的作品，不过要一日就来展出是真不简单。织品本身要保存的话，那它其实需要一定的条件。像温庆珠，他本来打算拿他1994年去巴黎展的作品来展出，那配合那个年代的氛围。可是等到他要去挖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并没有用一个非常好像博物馆一样就是保存的条件，就布料可能受损了，所以他那件衣服就不能展出了。何总真无简单，对新电台建立展览的场所，文化部表示未来会将主地点刷到台南生活美学馆，和中南部民众到店来欣赏参观。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开放移工、开放外劳来台湾做事已经30多冬。国家人权博物馆嘛，头摆以移动人权做主题，邀请民间团体到店举办展览，希望要让更较侪人了解咱台湾的移工史。在生活中，食的、穿的、用的，到厝内看护工和外口做工的工仔人，世界拢看会到移工的形影。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国内70多万移工因的生活甲劳动状况，人权馆头摆以移动人权做主题，邀请15个民间团体到店来办展览。其实这客工对台湾的社会甲经济拢做贡献的。这个贡献，想要咱台湾社会你敢看袂起安尼，所以主要是这个切入点要去做一个出发。台湾对1992年有就业服务法开放移工入来食头路，今年国内已经请超过70万移工。不过，民间团体认为移工的劳动条件也有真侪欠缺的所在，像无适用劳基法的家庭看护工、甲渔工。家庭看护工的上价基本工资17000。那渔工的上价工资并无规范，对疫情等候国际上抢工的情形也哪来哪明显。因希望政府赶紧检讨渔工的劳动条件。我一定要倡议的是讲，所有的外籍移工都要适用劳基法，好，这外籍移工有一个较好的、有尊严的劳动保障。这届展览叫阿优阿优，明仔载会更较好。阿优伫咧印尼话表示烧酒甲斗阵，也有爱家照顾家己，祝福对方一路顺风。人权馆期待这届展览对国内30年来的移工历史，让人更较了解移工真实的生活甲工作处境，让明仔载会当真正更较好。记者阿明金从海文新北报道。即阵咱国内疫情稳定，真侪厝头家拍算要起厝税。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伫8月份全国租金指数是104.47，这嘛是有史以来上悬。有专家就认为讲，政府伫税税政策拢无进步，地属相关的资讯拢无透明，厝税直直起，税厝的民众负担愈来愈大。伫外地工作，住伫北部，也是上班族，想要租到合理的价格，也是较俗的厝，其实无简单。根据内政部公布的租金指数统计，伫5月甲6月，因为疫情的关系，租金落价，按过7月都平平啊。疫情等好8月马上阁有悬，指数达到104.47，阁创下历史新高。价格也是都很乱，比较奇特的状况就是，房东如果乱涨价的话，其实也没办法拿它怎么办，因为可能有点供不应求的状况。袂少甲黄庭宪同款是来台北工作，住伫北部，因为目前税厝的资讯拢无够透明，致使着租金大起，租厝的乌市即个乱象。虽然5月疫情进入3级警戒，退租的情形较济，学生囡仔税厝的市场完全有改变。不过税厝平台业者是讲，疫情等好了后，佮加上大学开学，真侪人要租，所以厝税阁起。疫情趋缓的情况下。房东的房子，第一，他带看量也增加了，好，第二，房客也比较愿意出来租房子，因为他
经济上的压力开始也是趋缓的一个状况。那势必来说，需求量增加，那租金上涨，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概念。根本的问题还是税的部分因为多数的房东还是用自用住宅的名义在报税，所以也是因为多数的房东怕缴税怕跟政府打交道，所以导致这几年其实台湾的政府算是在住宅政策相对的力道比起10年前是多很多。专家认为，厝主惊让互厝卡申请税厝补助，家己嘛爱缴所得税，惊因为安尼会互政府查税，税厝的租金才会无法度公开，政府租税改革无法度到位，薪水无起，租金一直起的情况下，民众税厝的负担敢会愈来愈沉重。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阵是有风声讲，台积电拍算要去高雄设厂，所以高雄的厝价嘛直头咧起。所以高雄市政府是拍算要起社会主体，计共有8800户，希望甲少年家留点在地。公山大平九村这块中华地，就是未来要起社会主体的所在。高雄市长陈其迈视察公山社会主体基地。最近北高雄的厝价因为台积电要设厂的消息拢提悬啊，连公山嘛受影响。那个差2当前去了3成外，较早啦一间厝1000万买了，现拢啊1500至1600在下头，啊平均了3成以上。里长讲地方会当发展真欢迎，不过厝价若悬，少年人买袂起。针对高雄厝价愈来愈悬。市长陈其迈表示，相关单位会去查核敢有差错。社会住宅的兴建，最主要也是着眼于说来提供这个低廉的租金的住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在利用这个平价的这个住宅，我们也在盘点一些地方。公山这个社会主体年底动工，按算要起764户，敢若会当租袂当买。租金的部分，弱势户是市价5-6折，一般户拍8折。除了公山，目前林雅嘛有245户的社会主体，按算每年完工。高雄市府目标是起8800户，希望替地方甲少年人留落来。记者邓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台北市家底盘公车后壁车门咧开的时，捌去夹到伫门边仔的人客，为着避免这款意外搁发生，即马拍算要斗价房。坐公车的民众为着路卡片直接探头，所好拍开的车门夹到，这款代志发生过几若遍。为着减少意外，台北市的家底班公车即马开始拢要斗价房。那现在就加装了这样子一个透明的隔板，在这个上方，那这样民众就过不去了。过不去的话，他就避免可能会被假账状况。他如果要逼卡的话，他就必须要从这个方式逼卡。因为家底班公车中门所在检票机器，甲门的中央有空棚，即马门的两边就用棒仔伫差不多160公分左右的管道，甲扎起来。中型的小型的公车它是不需要这个隔板，因为它的那个验票机不在这个位置。那高地板也不需要。那所以我们整个低地板公车3000多辆的部分那我们都会来加装这个部分。台北市交通局表示，预计明年3月底之前就会实地完成立挂，大部分公车嘛伫今年5月之前就安装了防夹的装置。即马嘛有业者甲车内消毒酒精改用自动感应，避免接触的风险。就是希望疫情转好的时阵，嘛通提升载客比率，互民众坐了安全。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目睭看无的人会摕拐仔先去探看卖，看头前敢无物件，才袂去踢着。也毋过若无细致，嘛是会发生危险。即马伫法国有一间新创公司，是设计出会当感受立体空间的装置，装伫导盲拐仔顶头，会当来侦测讲头前敢无物件，配合有声音来提醒，互视障者行路更较安全。这只是目睭就看无的正眉，拿着这种内底有装立体空间感应器的导盲拐仔，行伫法国巴黎大路的，看起来甲一般人是无啥差。On va lui faire confiance. On ne sait pas ce que c'est, mais on contourne. On contourne. Si on entend le son à gauche, c'est que l'obstacle est à gauche.
S'il est tout droit, c'est que l'obstacle est devant nous. S'il est à droite, c'est que l'obstacle est à droite. 正面伊导盲拐仔内面装的是一种叫做 Rango 的电子感应器，当使用者接要去弄到物件的时阵，会发出声音警告，叫你换一个方向行。一般视障朋友因用的普通的导盲拐仔，一旦发现涂骹的障碍物，但过无法度发现立体的物件，亲像是开启的车门。Rango 有立体空间的侦测功能，若发现头前有物件动掉的，会出声音甲你警告。Rango 唔但是当提供视障朋友行的安全，也当用语音系统提醒公车到站的时间。Transport en commun, 1 sur 4. Bus 83, 1 sur 6. Bus 83, direction invalide. Prochain départ dans 5 minutes de Pont-Scarme. 根据2017年的统计，全世界有超过2亿5千万人有目睭的障碍，其中3600万人完全看无。Rango 的计销是$2000，换算代表是65000块。目前伫法国差不多有400位使用者，伫德国、瑞士、比利时甲意大利也有真侪使用者。这间公司希望伫咧2年内也破入西班牙甲英国等国家的市场，希望用科技斗相共更较侪目睭看无的朋友。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阿富汗和塔利班掌控了后，电视节目即马是加真侪禁令，所以当地人即马是拢小钱要买卫星天线，要收看外国的娱乐节目。店外店内菜真侪大大细细，敢若盘的接收器。这种俗称小耳朵的卫星天线，伫咧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即马卖了真好，因为保守的塔利班政府上台了，电视变了真歹看，所以即马民众拢改看外国的电视节目。میخرن ولی میخرن پیش میخرن اما کسی که گنجایش و بازار خمازیش هم نیست بازم اگر کسی که دارم میتونه قدرت برسن میخرن میخرن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می چینل های سابق چینل های کابل بود حالا چینل های خواندن و گپسخان اکران نیست هم چینل های تفریح نیست حالا کلی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 چینل های تفریح اکران بود میخرن 电子产品的业者讲，伫咧过去一个月，阿富汗的经济乱糟糟，像因店内真侪物件销路拢无好。不过卫星天线是卖甲下下叫，虽然无详细统计数字，不过喀布尔较大型的店讲，订单到即马要甲上100件，较细间的店也讲，捌一天就卖4组。Nada شواهد ترسل كم وزارتنا يا داغنا ترسل من تدشام ونادر أغلب ممكن دي بيشتاس تاشير بنكي يا دي ممانيات وكياغو كترسل من ترسل جاسني دي بيلي 塔利班即马是也无禁止卖卫星天线，因进前讲只要无违反伊斯兰教法，遵守文化活动，不过敢会讲一套做一套，也搁爱看。因伫20年前执政的时阵，不禁止电视、商业音乐甲游戏，那违规的会被公开处罚。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法国的第二大城马赛这几天因为落大雨做大水，又搁拄到清洁人员当伫罢工。街仔路、溪仔边、海沙堡，即马四界拢粪扫。当地人是怨叹价，讲这20-30年来，毋捌看过这落太高款。路的拢是粪扫，河中也卡一堆废弃物。伫海边啊，进行国家海沙堡根本变做粪扫场。Des éponges, des chaussettes, des masques, de tout. Un pneu, eh ben voilà, un pneu aussi. La mer Noire comme ça, 28 ans que j'habite là, je l'ai jamais vue comme ça. 法国第二大城马赛这2天市容是乱糟糟，因为当地伫咧8月落正罕见的大雨，一天就落2个月的雨量，真侪所在拢淹水。佮拄好伫顶礼拜，当地清洁员因为公司的问题罢工1礼拜，落的拢是粪扫无人收，互水冲甲死过。Ça c'est fréquent à Marseille, hein. Tous les ans à la même période, on a des échouages de déchets avec les pluies, mais là en plus, il y a eu la grève des éboueurs, des déchets, des montagnes de déchets partout. Il y a eu du vent, il y a eu les gens, je veux dire, il y a des sacs qui étaient éventrés. 那是落的海沙堡，连海底也拢是粪扫。当地只讲插入去海底2点钟，就收集到200多公斤的粪扫。环保人士讲，马赛若拄到雨季粪扫四季走的问题是真久啊。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乱抌粪扫，警察也无伫咧管，因希望政府加强执法。若无粪扫一直冲入去海底，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水气有较高，伫南部、大台北的东边拢有短暂阵雨。若中昼的时，桃园有机会会穿高温，
高温有36度。另外，伫拜六有3天的国庆连假，水汽会减少，西半部是好天稳定的天气。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外岛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